之者，不明道德。众生所以不得真道者，唯有妄心。既有妄心，即经其行，即经其神，即作万物，即作万物，即无贪求。即生贪求，即是烦恼。烦恼妄想，忧苦身心，便遭浊辱，流浪生死，常成苦海，永失真道。真常之道，悟者自得，得悟道者，常清净矣。恭诵弥勒救苦真经。佛说弥勒救苦经，弥勒下世不悲亲，灵宝齐入灵山地，拈花印证考三圣，落在中原三星地，大正四川王桃心，天真收元挂圣号，等待时至点神兵，云雷震开物极土，天下神鬼不安宁。亲在人天中华母，九莲圣教归上圣，天花老母垂玉线，周原显化在古东，南北两极连中续，混元古彻在中央，老母降下通天窍，无影山前对合同，因而要想归家去，持念当来弥勒经，用心持念佛来救，朵朵金莲去超生，似得西来白羊子，香儿点铁化成金，每日自心常持念，三灾八难不来侵。要想成佛请礼拜，常持聪明智慧心，休听邪人胡说话，劳酸一马念无声。老母降下真天咒，用心持念有神通，满天星斗都下世，五方列仙下天宫，各方城隍来对号，报事灵童查得清，三官慈悲大地主，赦罪三朝救众生，救苦天尊来救世，钦点文部接地神，八大金刚来护法，四位菩萨救众生，紧领36员将，500灵官紧随跟，扶助弥勒成大道，保佑香儿得安宁。北方真武为将帅，青脸红发显神通，扯起皂旗遮日月，头顶森罗七宝星，威震北方为帅首，速请诸恶挂甲兵，搭救猿人香儿女，火光落地化为尘，四海龙王来助道，各驾祥云去腾空，十方天兵护佛驾，保佑弥勒去成功，弘扬了道归家去，转到山阳弥勒尊，吾皇敕令记下生，收服难言归正宗，来往照下真言咒，传下当来大藏经，婴儿刹女常持念，邪神不敢来近身，持念一遍神通大，持念2遍得超生，持念3遍神鬼怕，魍魉邪魔化为尘，修持劫内寻路径，念起真言归佛令，南无天元太保
阿弥陀佛10叩，1叩，再叩3叩，4叩5叩，6叩7叩，8叩9叩，10叩手。爱祥祈福诵经回向文，弟子姓氏姓女，请各报自己姓名。弟子姓女刘淑萍，姓女王佩瑜。愿将以上诵经功德，愿将以上诵经功德，功转成回向于天地，回向于天地，回向于祖先，回向于祖先，回向于父母，回向于父母，回向于子女，回向于子女，恳叩请辞，弥勒祖师，南海古佛，济公活佛，月会菩萨，慈悲做主，祈求战争止息，世界和平，祈求风调雨顺，国泰民安，世所自导，圣慈昭格采纳，南无当来下生弥勒尊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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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南无当当来来下下生生弥弥勒勒尊尊佛佛。好，谢谢各位点传师，各位浅显大德，大家晚安。感谢淑萍浅显今天为我们导读，各位谢谢点传师、各位灵任、各位浅显，大家晚安。很优秀的浅显晚安，刘讲师晚安，感恩父亲的慈悲，感恩各位点传师慈悲，各位点传师、各位灵任、各位副灵任、各位组长、各位坛主、各位讲师、各位前贤们，大家晚安，大家晚安。